什么嘅邻里朋友吼，像黑米龙沙按到那个开喜婆婆啊，那就当了小秘密的呀。哦，系啊，小秘密哦，小秘密啊，小秘密啊，听没有？哦，先沒有啊，講到前跳樓，有嘅價乾啊，好嘅感情。对啊，他说我们都是我煮给他吃比较多啦。我就在旁邊接陣。可以啊，换第二棒可以吗？他忙，我还是我的时间，他会降温，知道我降温，搅拌。灌推的，灌推的，那个是用这个的，这个一的，这个哦对，有时候你好像哆啦 A 梦哦，因为拿出来就有道具嘞。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線上聽接片入台嘅好，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，看中法強，今日來到8年嘅牛年耶！好，如果來到肉力咧，我的好朋友嘟嘟兩頭皮耶！你個好朋友咪嘟到兩頭皮耶，誰啊？他，他啦。好啦，到牛年嘅呀，頭皮呢有非常多嘅客家鄉親，客家呢要當到動站的。 但看到8點鐘，這裡度嘅好美食，馬上呢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第一先呢來分享到嘅係我們的後山霸主楊明文楊師傅。你好，大家好。阿文公英好，還有吼我們這個一家子的好朋友啊，金永鳳七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特別的招數這樣。OK， 上下來呢分享到的是我的老朋友、好朋友了。哦。而且給來的發展，我真的覺得不用比賽，為什麼你知道嗎？哎呦素養一點冇關係呢，我只要吃到他的料理。好，那兩位評審有聽到了哈，太會做了。素讓冇關係的哈。不是啊，來分享到嘅係呢樣很特別的組合，係家官那個新 Q， 哎呦，我們的強哥、廣榮哥、老某某、雲婷，大家好，歡迎歡迎，你好你好，歡迎。好，咱最近要分享到的係玉里姐妹花哈，老肉連老老手妹，好可愛哦！太太動場開心婆婆，看到今年開始動換體啊喲。對你笑了，好，看到我們這邊的，啊，然後跟我來到牛里，也沒有人不認識強哥跟某某。哎，怎麼說？亞布卡中的西瓜全台灣的人都識得到，太厲害，就是阿強哥的西瓜了。真給，強哥今天要來比賽做料理哦。對啊，沒錯。對，他你真給農會做料理啊？哎，請某某，因為某某是從北部嫁過來，玉姐幾年了？大概9年了，9年了，我跟他也認識好幾年的時間了。剛你黑公要介紹給別人這玉里好玩好吃的，你會介紹什麼？193線，193線，一整條都很漂亮。有利里亞片景點係地靈人傑啦，都是很適合居住，動都好搞好聊的東西啊，對，據說他們現在有很多是套裝行程，先吃的西瓜溝，還有再來玩透透這樣。哦，真的有這樣子哦，那我等一下我下班就，你就不要，拜託不要留在這裡，對，我們不想要讓這裡很麻煩。除了記得改下廣告吼，問一下吼，我哋兩沙嘅歡喜阿婆，對，歡喜阿婆。馬上嚟攞下講一下吼，呢度肉粒青菜搞嘅東西，菜食嘅東西，點嘛解？牛力哈，就該有機米，就有機米，哦，米完全的有機米，完全的有有檢驗過的。還有嘛解？還有嘛解？我們東風的柚子。啊，不過先看一下今日會煮嘅東西係嘛？好的，看一下。你睇做大，可以攞一本大家看一下嗬，攞到肉粒個食嘅東西咯。哇，大批嘅辣椒，這個是伴手禮吧？大家攞到肉粒青菜賣嘅東西。真嘅呀，懂真的，上到啲就上到嘛解。烏皮辣椒雞湯，對，野頭。好，馬上嚟了，分享到主要嘅薄皮辣這位專家，分享到嘅係范真賢、范太哥。景天哥，嗨，你好，來。一薄皮辣這位來到8年1天會食的啦，嗬，按樣嚟做。哦，你薄皮辣椒，多加愛細個炸過以後，將配料，可能要配料多那個料。可是不是要去籽嗎？會啦。那一嚿佢是要去籽。炸好以後再去籽。好過後要再去籽。那金剛愛攞嘛東西啊？調油啦，哦，香油啦。該不會今天就是你最愛吃的蓋痛？會很熱嗎？冰的嗎？看一下，哎呦，哇！其他都是好。慢。會很辣嗎？會辣嗎？
这个品种哦，看起来是比较没有那么辣。其实憨不会走对了。好，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吃下去，还好还好。吞落去还是这辣出来嘞。对，你关键雪冬叶可。是剥皮辣椒一定会辣嘞啊，比较少人会直接单吃，有等你都会拿了边巴州料理嘛，对不对？竹筒啊，拿来炒啊，配西瓜啊也可以。走对，西瓜，哎呀，对，煮红色。好，按针对位一個剝皮辣椒位，馬上呢去拿下食材來進行挑戰哦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日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剝皮辣椒味呢，我自己是認為啦，有後味剝皮辣椒味青菜煮都好食。可是我們不要有青菜煮的，因為強哥呢，我第一次認識他說，就會因為改個料理，所以我愛上玉里了。哦，你講好是西瓜是臭嘞。哦，中央來補出帶來的料理係乜嘅？剝皮辣椒味啊，西瓜麵、魚湯。魚湯。只有整些我只有吃過雞湯哎，我是個湯哎。我跟你說，他煮的是魚湯真的太好吃了，而且西瓜麵又是Momo自己用西瓜田裡面做的西瓜麵。哎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。那我只能拿出更厲害的料理來嚇嚇你。聽聽看來。好，咱們所以今日會做嘅料理係蝦餃貨。蝦餃貨啦。蝦餃貨。哎。就是我的專長啊！好啦，等下讓你講蝦餃的經驗哦。等下讓你講蝦係嘛嘅，餃係嘛嘅，貨係嘛嘅。好，太期待了，太感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馬上就有進行挑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回事。可惜了。我跟你說，我們這邊真的太厲害了。可是我也很喜歡開心婆婆。可是先來看看吧。好。哎呦，哎，該安排哦。对，強爸你自己說，這個魚哪裡來的？這個我們本地生產的尼羅魚。頭間魚嘅是這種狂嘅木豬。就是新鮮的，就是這樣啊。對，一點亮晶晶的。強爸超會煮魚湯的。Momo 有，我跟你說，Momo也是，等於跟我結婚之後才慢慢學做料理，對不對？沒有哎，我結婚前就會。哎呀，結婚後是跟爸爸偷學了很多。哎，那個西瓜麵給大家看一下，Momo做對不對？媽媽做的啦，這一次帶來是媽媽都會做，都有傳承的。因為我第一次烘嘅西瓜麵就是 Momo 教我做的。對，它有點像炒一掛呢，有點巧。嘿，就像以前昂瓜的意思，現在就是用西瓜，台下的西瓜大概那個剛生長出來的西瓜才做的。大下落去。哎，阿哥，你做得教一下觀眾朋友有沒有解剖嚟啊？我看你的刀工很利落呢。這個是自學的哈，沒有那個的了哈。他真的會自己好做料理。有興趣啦，有興趣沒有哈？對呀，這個對這個料理有興趣啊。你看Momo切那西瓜麵。對呀，西瓜麵，你看。哇。西瓜麵真的是做這個魚湯啊，還是雞湯，還是炒哦，都很 OK。馬上先來看一下，要給剝皮辣椒撈西瓜麵，先不用弄去煮，對不對？要調味嗎？不用，最簡單就是方法，最標準方法就好。我只切了2個小片，這樣夠嗎？可以。Momo，這是你嫁過來最愛的料理嗎？我很喜歡剝皮辣椒，真的。盤子這樣，盤子裝這個裝這個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好了，你們繼續做一下。好。好，大家來看一下。我愛的酪梨。馬街係蝦餃貨。來，阿婆講一下，讓大家小解一下。誒，有冇按到蝦餃貨咧？係啊。阿公。阿公。我有辣椒啊。辣椒啊。椒。我種東西窮啊，叫我做蝦餃貨。他的取名有學到你的精髓哎。對。有哈。啊，那你把酪梨放在哪裡？沒有，就是全部很多東西和在一起。哦。所以其他的名字的時候，總得打名那種落去。不然念完。要麼念咯。念完都90歲了。對啊。所以就是和在一起。對。所以裡面沒有放雙節棍嘛？哦。沒有。嚯，是不是這個梗？不是，你真的不要被帶壞。對，差點被他帶，好險有拉回來。楊師傅，你不要學。對，這些都是不好的榜樣。我隔一年就忘掉。哦。保持在花蓮的單純。
好，看一下，哎，除了该辣椒啊，还有这个洛梨，哎，还有这个火龙果嘛，那是白色的，也是风啊，风色，啊，怎么搞些风色的？酱啊，哎呦，酱，啊，你阿嘛改？苹果，令果哈，令果，嗯，好可爱耶！真的。我们这这个都是自己种的。好，生意洗过生意哦对呀，哈。自己的。人家切60岁了哈，切60几。 70。我看唔出来。哎呀，哎，按用看起来，因为记得准备个食材，全系做浪pan呢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做的是秋黑浪pan。哎，这个火没开耶。哎，那好了，这个好了，好嘞，好嘞啊。用青的啦。所以你等下东西切的条条，安尼是好嘞系啊。哦，浪攀啦，浪盘哈，挑米的部分呢？给都用盖沙拉。好，等一下当都正了。好放，钙片咯。好的。我跟你说，在江湖上是没有任何一条鱼可以活生生的逃过强霸的手。对，哇，动作来宾来到这么当工哈，都是在那种切好个影片，只有你系切个那个细挑现切对，这切切。那这骨头要得嘞？像比如煮汤，剩下的我们就会熬汤吃啊。汤底对不对？汤底可以啊。那你要在家里就要不用，你要不用老底吗？因为今天有时间磨完了。哎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熬汤做煮东西了。好香哦！对，那个西瓜面，还有那个剥皮辣椒的味道哈，真的啊，剥皮辣椒的味道。我哎，问一下哦，等下会去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唔是也下去就好啊。那我们就把鱼下去就开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滚了就走得了啊。哎，哦，其实我们都没有配料，配什么就要盐巴，就本身本身都咸的啦哈。就有鱼来了哦。它你吓死好哈。开了滚了都熟的呀，应该几家。好，安时好咧，安看钙片咧。好。爱你来嘞。好，你这样就紧张哦。哎呦，都是切一颗安用哈。系啊，有没有？等下用痛气好揉啊。哦，你好贴心哦。不要太大块。对啊，这个是了就会冻的。所以哈，你到时你落去哈，你用揉的是唔会的。哦，那所以我就不会一直咳嗽了这样。会。好。要去搞座位吗？不比来这位。该都师傅做哎。哦。啊，怎么给邻里朋友哈，像黑米龙沙按到这个开喜婆婆啊，冻饭一样，看到米龙沙去冻饭一样。我就长那种小秘密的呀。哦。系啊。小秘密哦。臭鼻涕啊！臭鼻涕啊！听没有？哦，听没有？感冒。哎，别都水了。Oh my god， 好好喝。加一点点酸这样子。或者给它放3个礼拜也会变酸。好可爱，真是动可爱啊！动可爱。今天是怎么想到？因为缴获那尬落去的东西可以很多元啊！你会想到尬开火龙果啊，还是尬开洛梨啊？他自己种，哪有火？可是他种的很多啊。种的。你还去尬开种来哈？对。哎，你今年你天当做水果啊？有好食。啊，今日讲做了辣椒的哈，我就想讲，你要做煮汤，才刚你都袂煮汤啊，如花嘛，我就嘛就你呛声呛得很大声呢。不是，我是说我说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破坏邻居的感觉。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哈，另类的哦，用给他，我们因为也有做过来吃的。好什么？凉拌。好什么？你们都是都顶。俺是顶。哎，莫讲来讲好吃。哦，不要老王卖瓜。对，哎呀。因为这样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啦。其实有加这个明珠姐就给你分数了。没有，洛梨可以。洛梨是我的爱。那个现在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好。昨天表落去哈。昨天。然后等一下是不是加在沙拉上的时候嘞？叫时候嘞啊。哦，然后通西不能。对他们来讲是货，因为缴获。好，按时差不多嘛哈。那我们要倒数喽。好。来攀了弟弟啊哈，好，等下你要节目会摆盘的哦。好，来倒数喽，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困难T管地度内幕卡米西烤好吃嘞。好，那个剥皮
皮辣椒味嘅料理哦。哎，你可以拿来做鱼汤，做沙拉。哎，先吃热的，好，再吃冷的。好，来再看看。给热水咯。好，可以了。Oh my god， 好好喝，超好喝的，而且你看它肉鱼 Q 弹，而且雪白的哦。哎，雪白的。雪胖哎。还会跳哦。哦，孔内海金饼因为那个冻气，所以我觉得很鲜。对，很鲜。哎。西瓜面又加动车哎。基本来本身係會降辣嘅因啊，咁我感覺已加嘅剝皮辣椒加到拄好，一點點後韻那種。稍微一點，也是在辣點。梁生阿姐咧，好食啦，好食咯，好食咯。佢食到流汗嘅，你看，流汗。啊，降熱啦。哦，舌頭嘅燒嘅，熱嘅，你睇聞下，辣嘅。好，來。也很棒哎，加剝皮辣椒。可以嗎？好吃，好吃。來皮師講，你睇下鐵熱白石豆後用薄皮辣椒嘅做嘅冷盤，凍好食。凍好食。就只要水果頭先做得假，水梨也可以啊，什麼都可以。因為你一套菜係做薄皮辣椒啊，薄皮辣椒佢本身是會有啲辣辣嘅，咁個配到嘅果子吼水果，辣辣甜甜嘅，很合適，對不對？有嗎？棒。熱天嘅好朋友是兩套菜啦。好，今早嘅時間冇來到誒，相信觀眾朋友都電視機前面看到我們提供兩組真件都懂好色啦。馬上呢，現場用師傅搶分數。嚇！好，你一下看一下，青油鳳師傅。哦，選咧。來，用師傅搶公平。好，你每次用嘅同學，哦，還有都係佢切嘅西瓜面，弄係斜刀片。好的魚肉買斜刀片，好，所以刀工都一致。啊，呢片我感覺變個美式啦，我講有調嘅檸檬汁，哦，個調嘅甜那種，哦，我覺得會比較開胃一點。加一點點酸這樣子，或者給它放3個禮拜也會變酸。要點西瓜面。啊，季師傅講看吼。好，咁我本料片嘅想法係講，你像講，我即係家煮個魚湯時間，佢個魚骨咧，讓魚條水落去熬湯啦，去熬湯，在這麼短時間內，佢嘅味道還會再出來。啊，出來嘅時間，你盛盤嘅時間，你咪做得個魚條。到個魚骨唔是變我去，是只要盛盤制作對咧。吼，啊，我本料片嘅想法係講吼，佢個又凍又層次感。像我先聽人講，你加落個甜甜又辣辣，本來係辣嘅，啊食到又轉甜哦，咩講辣一路辣到底，唔係安樣，所以應該本料片。他的意思是說，七師傅係講一種啥？辣得很標緻，辣的很標緻，剛剛好的辣這樣。好，7呢厲害，兩組呢都留下花蓮的特產薄皮辣椒呢表現到7呢好，馬上呢就有看一下，大家要懂其他喲。阿文師傅今日呢會變化出乜嘅大家想唔到嘅烹飪菜，來看下咯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又到係阿文師傅嘅時間咯。阿文師傅今日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薄皮辣椒味會什錦沙拉比波。又是沙拉比波。啊，什錦有哪啲哦？都係一條蔬果，哦，我有山藥、紅菜條、彩椒、小黃瓜、西洋芹，還有一條菇味。菇啊，你一個係乜嘅？要主材料，薄皮辣椒味，然後熊脯肉。哦，啊，雞款呢？開發粉。哦。還有西瓜嘅肉，同埋豆。好，來繼續。冇啦，一年當落100。慢慢開始哈，來看。誒，醬料都先來，而家做盤子。而家有相當於桶嘛哈。好，係。做得當水都最好。哦。我發現到師傅係咪冇切斷開啦？誒，蝴蝶刀。哦。小蝴蝶叫我也做蝴蝶哦。好漂亮哦！蝴蝶。蝴蝶，這不是蝸牛哦。也有點像。蝴蝶啦，蝴蝶，很漂亮。今天都考驗咧做工吼。也是從你哋做按到切到蝴蝶刀是安樣嘅，從你哋做個藍帶豬排是安樣切的。哦。藍帶豬排。
有冇问题就咧问啊。哎，师傅，像我改片几斤肉切好嘅生的挂，怎么个方会切？我条地杯，也不用顺风的。车头吼，我有到6公分、7公分。掐豆哈，是我们那个云婷最会的，她很会切斜刀。哎，你有的吼，哎，地杯有姜嘛，你米酒。哦，你要挤是吗？对。他等下做那个葱汁去腌鸡胸肉，吗？姜酒汁。哎，所以等一下这个葱呢到丢吗？很猛耶，是不要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黏呐，哦黏不给出姜汤做带汁果汁机，一来高锅，然后用两加入味。有一种感觉像是盐水鸡耶。好，我伸手指分开哈，那边赏你。好。胸脯牛。胸脯牛牛切。这边有认一下方向，我会刀工上，会跟它斜刀切。看得到吗？没那恰恰切咯。因为料迄主材料，我必然你在点位会点它拍。哦，汁就好了。对。哦，你那入洞是含做的安用入哦。我来香油。香油。要加一些香油。落一些咧姜底粉，我调个水，我来打水，水分给我先下去吼，因为底杯有氧，让我加点给它渗透压，它水汽会进去。我来那点我油，我别香的，好。哎，可是像你这要别葱啊咯，那也算开胃吧？姜吗？姜吗？再用那个冰块冰镇。等下我切薄皮辣椒的哦。嘿，那切薄一滴吼。好，中央你点妈做那个汤。汤的啊，这个是用烫的啊。因为汤用的吼，先我水滚上下去，好水个滚，你关火不用开呗，其实会嫩。酥肥啦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好的，要没吃，你下到。臭，我刚刚就一直在看那个汁。对啊，就是要那个香，好香哦。还得加水。你要学起来哦，回去做给东升吃。好像有点复杂哈。我是会的，用会。料多汁少。不会很复杂。大家底杯有咸，一些些的，等下当一点点。那你今天的摆盘呢？摆盘在这。那啲东西我冰下去都差不多吼。师傅，你为了辣嘅东西做啲卡是是个汤吗？所得，你等得肉嘅，要不端你梅吼。你家便宜本嘅眼睛系嘛嘅？会。我给地瓜酱还有它，都给它粘附在会粘多的食材相关。那最后要收汁吗？不是，要全部都收嘅。哦。應該嗬，你雞肉開始面皮會多黏黏。好黏黏哈。真的用酥肥的放些水滾之後灌佛，對不對？是這樣嗎？連你都會煮了，觀眾朋友一聽會煮。答對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哈。有點。還有感謝。薄皮辣椒。畫龍點睛。因為啲那像我爆料給它切，所以不用再煮過了，不然它會軟掉哈。香油。皮香亮色。好。盛盤咯。好，盛盤。那便宜本就加了。有啊。當你條件沒。哇，好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啊！没有，可惜了哈。感觉有一个五行的概念。对哦，五色哈。好，过来。好，摆旁边了。那还英文记得嘞。好。安永就好哎好。哇！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安永就好 C 喽。师傅两个料理呢？东雄的石头这边呢，你暗宴了都一定要吃到的啦。先出题目，先出题目。你切辣椒的，本期它都素食。
运用板，但唔会数位按拉按通。好 ，A 用损失去出 ，B 用冷水去洗。马上猜拳，马上来猜拳，答题，让汉水猜拳，跟他们你猜拳啊？好，我们请罗莲来猜拳。来到两边，哈。好来，我不阿姐让我哈。剪刀山跳布。没办法，跟他长高。来，罗爸要选哪一个 ？A 还是 B 嘞？ A。哦，当然是 A。用触擦。好，按一两片是做得选 B。原本是想选 A 是吗？好了，谈判一下，冇聽錯啦，談判一下，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好，你要答案不要骗。可以啊，换第二棒可以吗？他忙，我还是我的時間。他会降温，知道会降温。搅拌，關睇咧，關睇咧。談判一下，冇聽錯啦，談判一下，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好，你要答案不要骗。A， 答案是 A。我想說 C 就是不要再切就好了。講看啦，請記得答案係乜嘅？好，這邊說明後，那這位大素因為後，比如它的膠素，它是鹼性物質，固素你用的雷蒙醬，好，還有的酸絲，酸性物質去酸鹼中和，好，會中和，比如唔會按拉的，好，然後它還講你的大膠素，比如特性，用水洗唔下來，好，固素你用冷水去洗，會無效。好厉害哦，罗爸的耶！排水啦，我要对球妹自动排水。你係 D 啦，哎，香豆會唔會記教？香豆會唔會記教啦？冇去養掉嘅路會唔會記生？沒有，我你係 D 啦，咁個夠不名人啦。好啦，先看。没關係。我你看。那你要講吃後的感覺。對，你看秋妹姐講的哦。她說啊，你們要講吃後的感覺。哦，可以嗎？可以的啦。你是要上底哦。好，夢最會講了。我們吃他講啊。好，也可以啊。沒有啦，我們沒有品嘗到，我們怎麼會吃到味道呢？好，開動。哇，大家都先吃肉哈。好好吃哦！還有雞，還有龍雞，涼拌硬河鮮哦，對唔對啊？誒，第三集啊，大家都識啦。哦，好。夢，提供一下 Q 感給大家聽一下。哦，超嫩的，好好吃哦！我覺得加了蔬菜非常棒。因為如果只有單吃雞肉的話，可能吃久了你就會覺得膩，然後即便它只有一點點微辣，然後有點微辣，你讓你很開胃。真的，而且又感覺剝皮在這位這樣，其實不覺得呢？那什麼，這個加剝皮辣椒真的凍對味，這個蔬菜甜味又出來哦，跟蔬菜跟每一樣都凍切，嘟好。呢個講到凍河哈，有點殘忍，因為愚人節來講，疫情還好，冇事都唔相信嘛哈。好啦，可是現在嚴肅的事情來了，劉謙一畢業呢，都帶玉梨買奶煮粥的勝出，誰可以成為玉梨的霸天呢？我想還是楊師傅啦。沒有，在鳳林。在鳳林是不是？好，馬上就來金行最關迷來挑戰嘍。我是太總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啦。最關迷關咯，料理接力賽看來有笑容就提供這一關，我是得心應手的。因為唔係瘋搶的，對，不是這樣的。而且我今天我有強霸在，我其實不管是除咗那一個我都懂風行。該不會又是要煮魚湯吧？看一下。好，答案糖醋雞丁。哦，糖醋雞丁。酸甜誒。酸甜。好，先來抽棒次。好。哪三呢？我派出我們的那個秀某一些讓來秀點好了。好了，哎，你這麼快啊？好，啊，這個嗎？確定哦。確定哈。好，1、2。
哦，我把明珠姐不想摸肉的部分先去抖了。耶，钱包帮我抽，好来，然后数一张，好2张，好了。你帮我看1、2、3，耶！耶！第一个，第一个啊，我是第3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你们等下先切葱在我们跟蒜旁边。啊，不，那干用好不明珠姐不要，我都切不。要切鸡肉哦。阿勇嘅吧，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館挑戰咯。料理10歲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好，馬上先從博謙的來開始。博謙呢？笑起。哎，我刚刚有听到笑起，系讲等一下撒下都会小鸡掉，系吗？啊，你继续笑。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准备的雪菜哈，又是自己种的了。哦，你要不赶快你马该都有啊？没有，所以你是开心阿婆，也有开心果园。有。所以你係雞肉愛鋪嘅嚇，阿婆愛開麼？愛哦。我全部過油，全部過油係啊，全部過油。好，現在色長唔會變。所以你要用咩切塊係啊？切菱形。菱形哦，你會切菱形？啊，不就是切挑具以後要切小的切，沒有菱形。講法沒有做細哦，哈。哦，細一點哦。切挑線哈。好，馬上好，出來了。狂改片哦，在抗議人家在狂改片哦嘞。這先抓醃是不是？對。強好路哦。爸爸米酒，爸爸米酒。一起醃哦。哎呦，雞肉活動一條線的哦，哈。壓的，捏它，捏它，捏的。可以的。哎。強爸真的很會做料理，而且他都是反正放下去就會很好吃，對不對？嗯。對呀，這個他可能每次做的都不一樣。這個自己吃的的，對。啊，咁啊，計分便宜分哦。哎。好。你都沒有用鋪位嘛，哈。好，哎。它的告水。我爸是看每一天的心情，哦，他每天做的都不一樣。猫最愛吃，爸爸你可以先做別的，不要再捏它。對。爸爸你這樣讓我好緊張。不會啦。我第3棒，我怕我等一下要做很多做不完。我也怕我第2棒做很多做不完。哦。他加速了。要切到手哦。爸爸你不要放太多辣椒，好吧？等7天咯。哎，等7天啦哈。是炒菜。強爸。等下還是用那個做醬汁的時候再來用。哦。哎，總之真的是唔求到。加個加乾更好的感情。對啊，我們都是我們給他吃比較多啦。我就在旁邊切菜。好嫁到好人家哎，好好，都是公公煮給媳婦吃，好好。我們會煮的人都不會射盤嚟啦，那個是他們的事啦。好，我都先狂改片好嘞。好，盡量做多吧，等下我過來就不用再做了。我夾個，好有時間的哦。哇，博謙這都厲害，全部切天了。可以啊，換第2棒可以嗎？他忙，我排出我的時間。所以說我們要給他學。嘿。因為這個我們都會切。會了。我們都會切了，給他切。他也很厲害了。他學不會耶。冇啦，見到已經加咧。你好好切。省一切。我先過去了。好。所以應該雞肉你等下有切片的呀？嘿，切丁啦。小丁啦，它是糖醋雞丁。那口味不能挑，糖醋雞丁。哎，對，不能片。切片哈。片不一樣啊，片就不合。2、1，好，第2棒馬上。哎，用差不多嘞。第2棒，第2棒。然後蒜頭就辣麼？小毛姐好好的小雞呀，做嘛雞，我都個雞肉個色冇強壯。我們印尼的雞就是那麼漂亮。你甜切，我都改加邊看咯哈。好，再放進去，抓一抓，趕快放進去，快點，要抓！爸爸，你要讓他自己做，爸爸，你要讓他自己做，你不能動。什麼東西？給我湯匙，湯匙。要幹嘛？現在要加多少？可是要馬殺雞呢。筷子。羅馬要加多少？加乾的就好了，上面一點。他問你加多少？隨性就好了，你加多少？隨性啊，哦，隨性。對，你隨性就沒有關係。還是你是他的好朋友？ 2匙，然後給他一個筷子。筷子乾的就好了哈，不用抓。
你用这个筷子不用抓，拉拉嘿拉拉，这样就好，上面刚刚就放下去就好了，下面不用拌很多。我再帮他刺激。有时间了，有时间了，不要好了，时间一定够的。其实可以洗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管它，早就开始开始啊！一个夹下放下去就好了。问土就拿哈，等一下太高温了，我觉得要试看吗？可以。差不多。要高温上吗？高温上差不多，因为我可以厨师帮帮我，我不敢下油锅。摸拍啊，不用全部下，一块一块夹。一块。一个夹下去都一直夹。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，哦，夹掉，哦，夹掉，油温通过，哦，夹掉，油温通过，夹掉。哎，我好像没会，好，夹掉，这样才好，没有关系夹掉，夹掉，哈，来夹掉，这样子，来，不会啦，夹掉，夹掉，好。都太尴尬。結果咧摸鐵到雞腰，啊鋪雞腰，啊這位樓梯的，還是分兩次走的，不用擺。哎，卡夹掉，它才会降温，至少会降温，那就全部下了，哎，全部下，全部下，这个落去搅，拌给它上，好，下一个搅，哎，拌给它上，哎，搅，搅拌，換推嘞，左推嘞。大家应该拍不到他的脚正在跺。你把手包起来，然后再拿筷子。所以我们这道料理的哦，安英台啊。所以说这个是最好看，就这里而已。最好看是这里啊。好了，摸子安优，我们先让你冷静一下，跟在孔改片。有厨师帮帮我吗？不是，你后面哈，好 ，OK， 刚才孔改片了。关掉了哈，没有关系，用给它涮就好了。哎，我们这边走在下采博对吗？哦，可以。加，对，没有那个火不够。那我们先等一下，等它火够了再加。没有，他现在要给它下去哈，等下再给它上才会一起走。可是这样会停油哦，它会吸油哦。等一下，火大下去不会了，不会吧？会吗？好。不行，好吧？好，可能都要等一下，还全部放落去。或者是还有什么没做了，给线路一走。这个全部要下。哎，酱汁走要先挑啊。对，我要酱汁没走就挑啊哈。几比几？1比1。哦，1比1他那个用这个啦，这个1啦，这个对，有这个是。你好像哆啦 A 梦哦，因为拿出来是有道具的，拿出来有道啊，两处的1哈，토마토酱1，还有水，还有嘛盖，还有水给到，还没加水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还有崩的哦，所以我们的蒜香的米是哦，很好自然嘛哈。哦，因为应该水几道？112。对，那还要加什么？没有。番茄酱就尬了。糖还有糖。那黑醋不要哈，不行嘛。哦，哎呦，你真的是打宝有哈，第3沙玛莎拉。民主街等下上映等豆腐油嘞。你可以开一个副业和盐酥鸡店的。没关系。来，你的糖，这时候就噔，汤几道？1，所以你的汤不是经过炒哈？要不要先炒过汤汁嘛？哈，没有了，等下我会下去炒。哦，哎，用干要不要调少吗？会吗？你pan那个应该还好啦。哦，pan了好，可以下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按走得嘞，差不多了，给我。哦，好，那这孔改片好嘞。哎，你看很好吃哎，其实不错呢。看盐酥鸡哦。刚才阿哥有甜熟吗？没有。棒。我们在热锅了。哦，好，帮我下一点油，下点油，用热油要不要？对，用这个热油就好了。哎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等下怎么去搞？这个要爆香啊，这个爆香。第3棒了吗？好，忙，好，爆香嘛，改到你搞。哎，爸爸拿一个，可以，这个放下去，可以。不用全部吧？可以，全部。OK，好，不用阿姨，您夹走，我吞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哈，这个不会。哦，还有呢？你还要加什么吗？这样就好，爆香。还要爆香。你们真的不用站这么远，来，轻松多了哈。有哈，第3沙玛莎拉。民主街等下上映等豆腐油嘞。我小一点，要加了。可以，没有关系。这最小哦，因为你可以下那个番茄酱。4、3、2、1，恭喜！成功毕业，毕业，你一下就那么多哦。
加多一点才好吃吗？等一下，你们有讨论过吗？哎，你它一下来这样拿那么多，那就没有关系的，倒一点点水下去。我很会做，倒一点点水。哎呀糖啊，你弟呢？哎，弟啊，你不会做啊？他很会做，你弟爱用再来音呢？他真的很会做料理。刚是炒过没？炒好，不是炒的好这样。做挺用的啦哈。这样很棒哎，还要吗？没有关系。你在问谁？爸爸。哦，哎，我的黑醋呢？黑醋呀，地钙片，来加一点度数，爸爸要加一点，对不对？要汤匙吗？哦，一点点而已哦。对，系糖醋哦，吼，你等下按个起梅头哎，哦。起梅头啊，试试看。说对吗？太甜太咸，没有味道啊。没有没有味道。味道，你要盐巴，讲什么？盐巴、味精都要加。没来香哦。那我们应该从到家的之后不会好了。对对，没有关系，大概要我们客配合家喜欢，吃先甜咸甜一点要配合的。好我们先好好好，哎你先看一下冷水，现在应该要加一点点的盐巴，一点点，一点点的盐巴。鸦片那这边用。那你跟他加，对，一点点，因为这个菜哈没有咸，哦，那个鸡丁有咸，它还有凤梨呢。凤梨我先看，那个还好，还好。凤梨网友太足姐姐吗？，凤梨煮点它怎么一起算？全部一起，这个给他煮，哦，煮点它长会好。它的香味有出来了。哦其实凤梨每做在先炒点下的吗？没有，这个不能炒，没有要炒过吗？没有，不知道哎。好， PK 不能讲。对呀，我们就照我们自己。好嘞嘛哈。对，好，我爱在狂改片哦，比较偏感觉好强一啲咯，哦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啊，坐的坐的。你看我的肌肉看起来，哦，哎，我炸的还不错。你看，哇，哎你，穿白色衣服，对不用拌的。啊，进厨花对了，房你要甩一下，给他们看一下，没有什么关系哦。葱花盒，哎，哦，葱花盒有用吗？不用啊，其实，哎，我已经好了耶。按熟了。哎，葱花，哦，按差不多了。切熟了吗？给他开了一点再放就好了。点缀在上面好。好，按差不多了哈。哎好7、 6、 5、 7、 3、 2、2、 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到最波米一关，那副卡张海你的猜总不嘞？好呀，最波米一关呢，六木卡呢处理一下个解困，都有某种做法。先来吃吃看风吹的料理，可以吃多快一点没关系，我们不怕人吃多快一点没关系。该讲哈，赌好，好改时间没炸到赌好。其实我觉得明珠姐你很会炸东西耶。哎呀，你看哦，就是今天特别的，你看，你都说他不会炸，哎呀，你都在干买东西，可以炸偷的动猴好好吃哦！哎呀，你可以开一个副业和盐酥鸡店哎。不用啦，没关系，真的好好吃哦！我自己难得炸的，多吃几块。你下半日下冷水哦，我就个蒜添哦，唔单讲就加蒜丝，就加汤，我就个蒜添係用鳳梨來做嘅，哦，又加鳳梨，整整又特別咯，酸度也有，哦，甜度也有，哦，我就個雞肉好嫩哦，你这样用哎，好吃啊，OK 啊，鳳梨好吃。我们的好吃还是他们的？當然我們的好吃啊。用在阿姐講款哈，自己做的有什麼 market tip 可以用下面手材嗎？有沒有？好吃。平常心，平常心。对。好，竞争的时间都留，马上呢就有了评分呢。先唱用师傅抢本分数。啊，好，兩下看一下，天個風氣師傅。用师傅抢公平。目前用来看啊，就是糖醋鸡丁菜名的字义上来讲，糖醋可以有乌醋、白醋，还有番茄酱的tomato加的糖醋，然后你要用tomato加的糖醋来感觉鸦片较下面较薄，较薄，嘿，我鸦片呢会感觉在每颗少了半汤匙的糖跟半汤匙醋。哦，所以糖醋重一点就好。嘿，好鸦片，每丝有较顺着糖个半汤匙进米米都好，过来好的是鸦片我会有擦擦。好，谢谢。嘿，好，来感覺鴉片會較下嘛，嘿。哦，啊，師傅就買冇強龍嘅想法冇。基本嘅主題係糖醋雞丁哦，這兩片嘅概念都差唔多。
啊，两片是算是无辣菜点么？啊，俺想要从您炒个咕老肉啊用的呢。你比方说再加一点醋，它的那个酸甜是如何？啊，两片呢酱汁是挑到冻好安用的啦，是差别到安用甜嘅酱汁哦，所以俺拌两片。寿司部分，寿司。好，寿司部分呢，我们还是就是各家秘辛，而且呢，我们强霸大白猪和寿司里头也要按照他的心情有不一样的比例。对。好，唔過呢，今日都有用李亞松嚟講嘅話呢，風吹老南吹都係得到2分，平手，加油！風吹得到前5個月加推薦，恭喜！咱最後兩賽換牙坡，沒錯，得到1點8，跳改加對機，謝謝。好。強爸來向你老太太講一下禮拜參加心得。啊，今日真歡喜來到日來哈，因為來到夜場哈，啊來夜參加呀哈，一家之主啊哈，啊非常嘅歡喜，個人啊心求哈，啊第一擺參加然後節目哈，啊嘛得到哈真好啊經驗哈，嘛老在地的哈啊那個產品哈，以及那個來把它推出去啊，希望全國啊大家哈來到玉里來玩的時候能試下委託哈啊，非常感謝，謝謝。我來牛底料就來找強爸啦，是牙西瓜。莫也請你跟大家講一下第2擺參加心得。今天非常的就是開心，可以偷學到2位師傅。对，有一些那个小配博，还有又多学了一道菜，学了很多，互相学习啊！哈，恭喜！谢谢。你要节目之所以好看，是因为附近的交流一下啦，吼。阿婆，你先来讲，今日来参加比賽，你嘛感想？先感謝你到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幫我哋嚟機會，又上到電視台，大家看得到我哋開心就好。真的。對，開心就好。做菜就是平常心，怎麼吃怎麼做，簡單方便 ，OK。OK。其實你等下係呢番時候，大家看到呢兩間咪當番。哦。做咩超媒姐讓大家講一下哈？今日咧參加比賽有咩感想？當番時啦，俺有個機會來這邊，讓阿姐強下哈。還有大家這樣互動，還有感謝這主廚2位主廚，對，學習一下，我們來這邊學習，給我們的很多的指導。其實這兩場還蠻老全副位嘅東西拿出來了，好吧？還有機會哦，我們繼續表現一下，好冇？好，好，恭喜！下一次哈可能會比較穩定啊，緊張對，啊緊張個時間到了，沒有，下次再介紹菜名的時候，還會會這樣嗎？冇啦，會慢慢的用伴奏當好嘅。好，恭喜，謝謝。好，今日真係當歡喜，真嚟到牛底嘅一道邊嘅老太子家叫下來好吃喎，要見到活動叫我個朋友，說呢，認識按歡喜嘅阿婆，說到而家好數呢，講真嘅呢，一家之主當然都會接來花蓮台中啦。前景啊，要幾號時到記得種嘅西瓜，還有那個西瓜麵凍好些，還有時到幾號做嘅沙拉，幾個種嘅水果沙拉，種沙拉。種嘅沙拉，種嘅水果啦，佢啲都好些，大家講錯嘛。係咪？還有機會啊，天朝兒女花蓮，還有後嚟永遠東會主菜、東河主菜，其實幾多方面參加。冇唔錯，一家之主呢就歡迎睇住家叫下來釣鬧熱，叫下來報名哦。一家之主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